一辆狮城奥迪车凌晨失控，猛撞新山排屋，波及5间住宅，撞断1根柱子，撞毁3面墙，其中1面墙撞出一个大洞。冬运会截止下午12点30分的战绩，包揽短跑双金的我国女飞人山地，事业与爱情两开花，将在明年与未婚夫陈宗阳共结连理。后港一家咖啡店被指打包盒收4角钱太贵，摊贩指打包盒是为热汤面定制，成本比较高。殡葬业者投诉，甘巴市工业楼突然禁止经营殡葬业，还要租下3个单位的他提前搬走，大楼管理层对此还未做出回应。马来西亚一对父母下车买早餐，把5岁女儿留在车里，怎料歹徒连车带娃掳走。黄明志案件大逆转，律师指化验报告呈阴性，黄明志没吸毒。中国河南下雪，在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扮演关公的景区演员都成冰雕，网民惊叹太敬业了。